吾乃三足金乌，掌管万物生长，普照世间生灵。那日，我与那粉毛怪大战300回合，哪知糟蹋偷袭，最终落了下风。但是，我是不会甘于被囚禁的。最终，我还是获得了自由。想当初，我和兄弟们共同驰骋天际，如今我不见了，他们一定万分焦急。二哥，不姐，大哥，五哥，七哥，你们还是快把我放了吧！哥哥姐姐们都陨落了，没有太阳，世间万物很快都会死去的。不行，你走了，今天会饿死的。对，不能放你走。没有我普照大地，大家都死了怎么办？孰轻孰重，你们分不清吗？你可想清楚了？放了我，我绝对不会回来，你们就再也抓不着我了。看来，即使全力发光，也无法让人间短时间恢复温暖。果然，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弱了。这样下去，很多生灵都会灭绝吧。好冷啊！大哥，你们冷吗？不冷哦，和大家在一起，每一天都很温暖，很开心。雪停了，洪大哥起床了。大哥，冯大哥，你别急，他只是还没醒。冯大哥，冯大哥，冷静，停下来呀！冯大哥，回来吧，天路。可是没事的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一觉醒来，他们都会回来的。有兽小剧场。在上古神话中，天空的9个太阳是怎么消失的呢？被羿射没的，地壳运动，被天狗吃了。天狗是吃月亮的，我问的是太阳怎么消失的。正确。
羿射9日。《楚辞·章句引淮南子》记载：尧时10日并出，草木焦枯。尧令羿养射10日，种其9日。日中9屋皆死，堕其羽羿。羿解决了酷暑难题，被人们尊为英雄。